連詩雅都係受害者。熊本熊空襲 AKB 拍木遊紀似隻狼。熊本熊近排嘅蝦碌片段係咪令到大家覺得佢好求威然呢？不過呢隻咁可愛嘅熊本熊，初晒名中意性騷擾索女。話說今年嘅4月 ，AKB 當紅嘅成員拍木遊紀返家鄉鹿兒島拍外景陣，沿途經過熊本縣時，專程就去車站迎接拍木遊紀嘅熊本熊，竟然當住鏡頭熊抱呢位美少女，對手仲跟住香港嘅代表連詩雅都遭殃啊！佢對長腿冇啦，仲有係靚女佢就唔放過噶啦。熊本熊咁大膽，唔怪得知一直盛傳扮佢嘅其實係一位鹹濕大叔啦。所以咁多位師打真係唔好俾佢可愛嘅面孔呃到啊！睇怕要搵熊本熊嘅天地對付佢先得啦。Facepop 一開即韓開山節目，韓系女神 Harin 同你潮學韓語，學埋韓系潮語，一連10集，美女 Harin 一口韓語，但no Facepop獨家學嘢啊！